好多家長都望子成龍，但如果你個女突然由全班第尾變成全班第一，換嚟嘅唔係開心，而係一個差啲令我失去佢嘅詛咒。你仲會想佢考第一嗎？以前我都以為成績好係一件好事，但對於我大女小葵嚟講，全班第一呢4個字係一個將佢推向絕路嘅標籤。小葵升上中一之後，過得一啲都唔容易。佢遇到一位好睇重成績嘅班主任，亦都曾經當面同佢講：你咁嘅成績係考唔到 DSE 㗎。就係呢一句嘅說話，將一個原本已經好努力適應升中新環境嘅小朋友徹底打沉，喺佢心入邊暗暗埋下一個計時炸彈。我成日同佢講，媽咪唔 care 成績，你放鬆啲啦。但佢會喊住咁同我講：媽咪，你唔 care，我好 care 啊！老師同同學點樣睇我，對我嚟講真係好重要噶。我嗰陣先知，原來就算我嘅避風港幾溫暖都好，呢個嘅傳統教育制度之下，一個小朋友要承受嘅目光同標籤係幾咁沉重噶。出面嘅風浪可以將一個小朋友一吹即散。去到中三，奇蹟好似發生咗，佢除咗主科之外，其他科目竟然考到全班第一啊！佢自己都好愕然，唔知點解成績會好咗，但隨之而來唔係喜悅，而係極度嘅恐懼。同學見佢成績咁好，就覺得佢係天才，平日喺屋企唔使溫書都可以攞第一噶啦。但冇人知道佢內心幾咁驚，佢驚自己其實係好彩，驚下一次成績會跌翻落去，驚會失去呢一份好不容易得嚟嘅認同。佢為咗守住呢個天才嘅假象，背後頂住嘅壓力大到爆棚，結果呢個無形嘅壓力最終推冧咗佢，佢整個人徹底崩潰，甚至用咗一啲好極端、好傷害自己嘅方式去發洩，結果佢身心都頂唔順，要入院休養一段時間。睇住自己個女變成咁，乜嘢學業前途對我嚟講已經完全唔重要啦。出院之後，因為病情，學校豁免咗佢所有嘅考試。中三結業前嘅嗰段時間，佢依然冇辦法正常返學上堂，因為藥物嘅影響下，佢經常遲到，返唔到入課室，每日就匿喺學校嘅社工室入邊。雖然返唔到學，但係喺嗰個冇人逼佢，冇人鬧過佢半句，冇分數枷鎖嘅小角落裏，佢反而開始揾返自己。佢開始畫畫，睇自己中意嘅書。既然傳統學校呢條路行唔通，我哋決定換一條合適佢嘅跑道。雖然啱啱轉校，重新適應新環境嗰陣，受藥物影響，佢依然成日缺課，但我冇怪佢，我選擇等同陪伴佢，等佢慢慢揾返自己嘅節奏。慢慢咁，佢喺呢個新環境識到新嘅朋友，情況開始好轉。佢靠睇社交媒體自學化妝同 cosplay， 甚至因為鍾意動漫而自學日文，喺網上買日文試卷自己練習，仲話想考日文 N3 公開試添。見到佢着住 cosplay 衫時嗰種嘅自信，我好安慰。我哋屋企雖然有經濟嘅壓力，但小葵，媽咪想同你講，識就識，唔識唔代表一世唔識，只係可能比人慢少少。只要你清楚自己中意乜嘢，向住嗰個方向行，
就一定有路行㗎喇。你嘅人生唔需要靠成績表去證明，你着住熱愛嘅衣服，追求緊夢想嗰個樣，先係媽咪心目中最閃閃發光嘅第一名。呢一個全班第一嘅經歷，令我上咗人生最寶貴嘅一課。你哋又有冇試過因為着重分數而差啲忽略咗小朋友真正嘅需要呢？歡迎你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哋嘅故事，我哋一齊互相打氣。